伯利恒以法他，你伫犹大这乡社中最美色，要有一个对你遐出来，伫以色列中间，甲我做掌权的。伊的君王对古早对第一起头就有，伊要徛咧，我靠耶和华的权能，甲伊的上帝耶和华威严的名来仰视伊的羊群。因要安然徛起，伊要做大到地极头。这个人要做咱的平安。这是咱来三角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82首，圣诗第82首，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条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今日阮厝是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看到教会点到第3期的蜡烛，阮知影圣诞节要到咯。上帝啊，阮要感谢你，伫2000年前，你差遣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阮当中，来传讲天国的信息。天父上帝，你还伫这个世间的年日是70岁，永壮的会当到80，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甲忧愁。阮当中有人亲人朋友死失，也有人经济困难，有人身体欠安。阮袂当明白太多即款恶担当的代志，总是阮知影，上帝你的意念较悬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你讲，你的恩典够也阮用。你阁讲，既然劳苦背重担的来就近你，你就会阮得到安息，
佮讲，阮若含落伫咧逐项的试炼，就拢爱掠做欢喜。上帝啊，阮做袂到，阮无法度甲忧伤看作喜乐，阮犹原会伤心、流目屎、心内艰苦。主啊，我恳求圣神即点来帮助阮，安慰阮，帮助阮放落逐项的重担，欢喜来跟对主的脚步来行。阮祈祷无够额，即条阮要用助理教示阮的祈祷文，当一出声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行，越国民大，越济民强，越济民愿是咱的伙伴，下愿阮的国父，请阮下愿国父难，我以上万的希冀，有阮的爱，因我国万民的荣耀，这时，咱来三角启应，启应文第32篇，对耶西的树头要发一支影。耶和华的神要点伫伊，记忆甲能力的神。伊要也敬畏耶和华的做欢喜，伊毋是凭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审判颂扬人，用喙中的拐拍世界。公义要做伊的腰带。豺狼要甲绵羊仔三角带，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生，牛甲熊要三角只，食年的囡仔要佚佗伫恶蛇的空口。伫我的圣山的遍地，因为日漫耶和华的财物要充满地上。这是咱过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93首，圣诗第93首，请起立吟这首。
请坐。即条咱来共读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有两个所在。第一个所在是伫路加福音第1章30节到35节。天使对伊讲：玛利亚，免惊，因为上帝施恩予你，你要怀孕生一个后生，爱家号名叫耶稣。伊将来要成做伟大的人物，伊要奉称做至高上帝的囝。主上帝要互伊继承伊祖先代别的王位，伊要永远做雅各家的王，伊的王权无穷无尽。玛利亚对天使讲：我未出嫁，哪会有即款代志发生呢？天使回答：圣神要降临伫你身躯顶，至高上帝的权能要庇荫你，因为安尼。迄个将来要出生的婴仔，要奉称做上帝的囝。第二个圣经，第二个上帝的话也是记载伫约翰福音第20章30节到31节。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现代中文译本是新约部分181页，台语汉语本是132页。我有缘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耶稣伫咧伊的门徒面前，佫行了真侪神迹，但是拢无记载伫咧即本册内底。即本册所记载的目的是要爱恁相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囝，并且要互恁因为信伊来得到新的性命。以上。今日咱敬听的新牧师要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上帝的囝。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进前捌有一出电影叫做《上帝之子，上帝的囝》，相信也有侪兄弟姊妹有捌去电影院看过这出电影。亲像这款介绍耶稣故事的电影。咱嘛会发现，常常是过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一解，就是要互迄当时的人用因会当接受的方式来认捌耶稣。当然，看电影的好处，就是会当伫短短2-3点钟的内面来去知影耶稣伊的故事。总是伫电影的内面有缘有所限制，因为有侪的所在有缘是无法度将耶稣所行所讲甲所想的来表现出来。当咱有机会想要甲人来介绍耶稣的时阵，若是咱无有机会陪对方来看即出电影，或者是伊也毋捌看过圣经，那安尼，咱要怎样来对人讲起即位咱所信靠甲敬拜的主呢？大先，耶稣是倒一位？伫第1世纪进前，伫中东的所在，耶稣即个名是真普遍的名，用咱现代话来讲，就是菜市仔名。有侪人因检菜拢会叫做耶稣。耶稣伫旧约就是约书亚同款的名，因为伫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到伫新约用希腊语，要来表达即个约书亚的名时，就变做是耶稣。耶稣或者是约书亚，即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咱知即个约书亚上早出现是伫出埃及记，迄个时阵因伫埃及在做奴隶，因非常期待有上帝来拯救因。咱嘛看以色列的历史，以后无论因伫亡国的时期，也拄着遮个敌人，甚至也互巴比伦帝国甲因灭亡国。后来佫经过希腊的统治，佫经过罗马人的统治，因拢一直期待有上帝的拯救来临到伫因，所以因不时拢有人会叫约书亚叫做耶稣。总是咱基督教所讲的耶稣，咱知咱特别是指福音书内面迄位拿撒勒人耶稣。这位耶稣，咱伫福音书的内面，咱拢真熟悉。总是伫西方，因经过黑暗时期，经过即个启蒙运动，经过文艺复兴，经过宗教改革了后，伫17世纪，因开始有一种所谓历史的耶稣的研究甲敲揣。这个学者因就根据这个历史的资料、文献，或者是考古的发现，甚至要用科学的方法，亲像用碳14要去定即个年代，因就根据这个要去探讨耶稣真正的身份。伊嘛想要知影讲，伫福音书的记载内面，有啥物话、偌济话是真正耶稣讲的，佫有是毋是一寡可能毋是耶稣讲，是文图甲加起哩，或者是讲伊嘛要知影耶稣伫遐伊所做的到底啥物是真正伊做，也是讲话只是文图，佮加添甲记载伫福音书内面。总是咱嘛会当看到，遮个咧研究历史耶稣的遮个学者，因为人因毋是真正基督徒，也就是讲，因并无有信仰，因只是伫遐用客观的研究的方法态度来研究耶稣即个人，安尼那点。甚至有诶，佫根据遮个其他的资料，因伫遐咧讲耶稣其实伊有结婚，伊的结婚的对象就是即个马大纳的玛利亚，甚至还佫有生囝，因嘛佫根据即个考古学去找出讲，有一个梦顶面有写即个耶稣、约瑟、玛利亚，表示讲耶稣的家族的梦，
但是咱知吼，即个约瑟、即个玛利亚、耶稣，遮个拢是菜市仔命。要找到亲像即款的梦，其实是真容易。总是，咱嘛看到吼，嘛有即款的小说吼写出来吼，亲像进前的电影叫做《达文西密码》，嘛有真侪遮个续集吼，继续得出来。事实上，咱着甲伊当做是小说安尼来看就好吼，当做是故事，因为这是将遮个教会历史一寡人无法度来解答的遮个谜吼，甲伊用小说的方式、故事的方式来甲表现出来。当然，咱讲遮个学者对伫历史的耶稣的研究，抑阁有一寡值得咱来肯定的所在。至少，咱会当真确认历史捌真正有一个耶稣，就是咱讲的即个拿撒勒人的耶稣，伊有活地，伊有出现伫即马以色列即个所在，佮伊也互钉死伫十字架顶。佮来对伫遮个历史的研究，嘛互咱会当佮较了解新约的时代背景，互咱会当佮较清楚知影讲耶稣时代的人比如讲因是住啥物款的厝因食啥物款的物件，或者是因是穿啥物款的衫因安怎来过因的生活，互咱会当佮较瓦根伫第1世纪迄个当时耶稣生活的背景。总是咱嘛知影，遮个关系历史的耶稣的研究，袂当因为安尼就互人信耶稣，因为遮个学者因本身就无信耶稣，因用即个客观的方式在研究，因的性命无有改变，因为因无法度伫遐来拄着耶稣的性命。所以咱会当看到，对伫耶稣的人物，就亲像拼图共款。咱想要用一寡遮个细地的图片，想要甲斗出一个耶稣原来的形象，事实上这是真困难，因为遮个资料是有限，佮经过遮个年代，无人会当讲伊所发现的即个耶稣，就是真正迄当时耶稣的款式。若是安尼，咱要安怎会当来信靠即个耶稣呢？事实上，这就是一种信心的考验。希望咱无法度用咱的理解去找到耶稣真正的款式，总是咱会当有一个结论，就亲像耶稣对多马所讲的：“无看到来信的人真有福气。”意思是讲，咱检测无法度进入伫2000年迄个时代。真正去看到耶稣，甚至去摸到耶稣，但是伫今仔日即个时代，咱若是会当通过遮个许多的见证，遮个咱的信仰的前辈所留落互咱，或者个信仰好的传统，甚至咱家己亲身来去经历主耶稣，那安尼，咱会阁会当相信，安尼咱就是有福气的人。所以，咱除了讲要认捌历史的耶稣以外，咱还阁需要一项，就是信仰的基督。基督是代表什么意思？基督就是弥赛亚。基督，咱对遮会当看到，甲耶稣共款。伫新约的时阵是用希腊语，若是伫即个旧约用希伯来语讲，就是弥赛亚。用希腊语表现出来，就是基督。因的意思拢是共款，就是互油抹的人。通常是指遮个先知、遮个国王、遮个祭司。因为遮个国王、祭司，因要就任的时，就需要用即个圣殿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面。总是咱对犹太人的历史，咱嘛看到。犹太国伫主前的第7世纪就已经去互巴比伦帝国来消灭，所以因就无有国王，并且圣殿嘛已经被拆毁，因嘛无法度伫圣殿敬拜上帝，当然嘛无有祭司。即个时阵，啥物人会当来领导因
虾米人会当来将即个民族会当佫靠起来咧？因伫遐伫咧期待一个弥赛亚，因希望有上帝的拯救，有弥赛亚会当带领以色列人民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统治。所以伫耶稣的时代，常常拢有人伫遐讲，伊就是弥赛亚。当然嘛，有人会对伊就起来抗争，起来要革命。但是这个人最后也拢去用钉伫十字架顶。咱若是看福音书，咱在看耶稣的故事的时，咱会发现，主耶稣伊拄开始出来的时，伊无有讲伊就是弥赛亚。是基督无，甚至伊也避免用弥赛亚这个名词，毋是讲伊惊去用掠起来钉十字架，毋是，因为伊知影，这人民因头壳顶的弥赛亚是迄个军事政治的领袖，但是耶稣伊是要将上帝的福音、悔改的消息带来伫即个世间。耶稣伊要互伊的人民对罪恶得到拯救，毋是干那要对遮个统治者的手中得到拯救那定。耶稣毋是要建立地面上的国度，是要互上帝的国临到世间所有的人。所以伊无用弥赛亚即个名称。当然后来也有人安尼认出伊是基督，是弥赛亚。总是主耶稣伊无爱。遐个要跟缀伊的人，敢若看到安尼，就要来跟缀伊，是爱人欢喜，受伊的福音来影响，要来跟缀伊。所以咱来知，咱基督教，咱所宣告承认的基督，就是弥赛亚，甲犹太人的弥赛亚有无共款的所在。到伫现在，这犹太人。因犹原搁咧听候有一个弥赛亚来拯救因，所以要叫因来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这是非常困难的代志。当然嘛，毋是无可能。那安尼，咱伫遮要来了解犹太人因的弥赛亚，甲咱基督教的弥赛亚有啥物无共？上大的无共伫啥物所在？简单来讲。就是耶稣是上帝囝即个所在。首先，犹太人认为弥赛亚伊就是一个人，一个人那定。当然，咱基督教嘛知影，耶稣伊是弥赛亚，伊是人，不过伊抑阁是上帝的囝。若是即点，犹太人因就绝对袂当接受。虽然犹太人因会安尼讲，伊嘛承认讲咱拢是上帝的囝子。咱即阵人，以色列人拢是上帝囝子，但是因袂当讲一个人，伊干那讲伊是上帝囝，因为上帝囝就等于上帝。因佫认为讲，上帝干那会当有一位，就是出埃及记20章所讲的，我以外你袂当有别个上帝，上帝是独一真的上帝。那今仔日若是一个人讲，伊佫是上帝囝。伊就是上帝，安尼人就爱去敬拜即个上帝。上帝是伫天顶，哪有可能伫世间互人来敬拜？安尼，所以即个人绝对是假的，是要来骗大家。所以，若有人讲伊是上帝的囝，这是真严重的代志，等于亵渎上帝，爱互人用石头甲钉死。总是咱基督教，咱是知影，咱嘛是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囝。伫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有两位，头一位路加福音第1章30节到33节，拄则书会者也有替咱来读过。伫遮是天使的宣布。伫遮天使讲，玛利亚得要对圣神来怀孕来生囝，并且所生的即个是至高上帝的囝。过来，伫第2段圣经节，约翰福音20章30节到31节，这是使徒约翰伊的宣扬，就是伊写即个福音书的目的，
就是要互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弥赛亚，并且佫是上帝的囝。事实上，咱看伫福音书的内面，上帝的囝即个主题一再的出现。伫约翰福音10章也记载有一遍，耶稣伊特别互人用石头甲钉死，因为耶稣伊讲，伊就是上帝的囝。彼得就以12个门徒其中即个班长吼，即个大弟子，伊嘛个别讲，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囝。过来，咱嘛看到，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当耶稣要断开伫十字架的下面，迄个罗马的军官，即个百夫长，伊讲，即个确实是上帝的囝。伊是外邦人，伊嘛安尼宣告。甚至咱看到，连遮个邪神、遮个鬼，伊嘛拢会认出耶稣就是上帝的囝。因为因拄着耶稣，因抓准上帝已经要来，要审判，因将耶稣看做是甲上帝同款，因为因看到上帝的囝。但今仔日是安怎？咱的信仰，咱要强调耶稣，伊就是上帝的囝。耶稣是上帝的囝，对伫咱的性命，咱的果效是啥物？有几项，头一项。会当互咱来分享伊的性命。伫遮要甲咱问一个问题：人甲人敢会当分享性命？会当分享袂？性命敢会当分享？性命会当影响。检察要讲的意思是影响，互相影响。当然，人伫一个期间，就是老母在怀孕的时阵。伊的性命甲伊的胎儿的性命是会当分享，因为老母伊即个时阵的状况会影响囡仔。若是老母有危险，也是破病，囡仔可能嘛会受到影响。即个时阵性命是会当影响分享，但是平常时咱拢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性命，咱的性命袂当分享。举例来讲。今仔日，若是咱的亲人、厝内的人，也是咱所疼的人，伊破病，你敢会想讲遮尔可怜？好安尼，我替你破病，你的病就较减轻一寡，袂当。也是讲，今仔日我若是非常爱一个人，甚至真尊敬一个人，我敢会当讲，安尼我的岁数减10年互你加添10年的岁数，嘛袂当。若是会当，安尼的确着有人是万岁，因为若是统治者伊就讲恁所有的人拢分我一岁就好对你也无差，但是伊就会当万岁感谢上帝嘛，无有即款的代志因为时间到，每一个人拢爱离开即个世间，因为生命袂当分享，总是主耶稣讲，我来。是要互因得到活命，得到真丰盛的活命。是安怎耶稣会当讲即款的话？因为耶稣伊是上帝的囝，伊会当甲咱来分享伊的性命。咱嘛看到，当耶稣伊替咱世间人死的时阵，伊也互咱因为安尼来得到新的性命，得到永远的活命，因为伊甲咱分享伊的性命。第二项，耶稣是上帝的囝，对咱的影响就是互咱嘛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这是真特别的一项。耶稣做上帝的囝就好咱是安怎就爱去做上帝的囝咧？因为做上帝的囝，咱才会当伫上帝的家的内面领受伊的祝福，领受伊的恩典。就是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咱信靠伊，咱嘛会当有上帝的囝的身份。
伫福音约翰福音第1章12节讲，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属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所以今仔日，咱若是相信耶稣，咱的心信靠咱的喙承认，甚至咱阁接受洗礼，咱对水、对血、对圣神，咱就要得到即个新的生命。所以，即个拢是圣神的作为。圣经讲，互上帝的神引出的人，拢是上帝的囝子。圣神不生，甲咱的神做伙做证，讲咱是上帝的囝子。所以今仔日，咱毋免怀疑，咱就是上帝的囝。检采有时阵，咱会感觉讲啊，我毋是真好的人，啊，检采我有时嘛会犯错，检采我嘛会拄着遮引诱。我实在是袂堪得做上帝的囝，但是上帝有权接纳咱做伊的囝，就亲像浪子回头的故事共款。即个浪子伊讲，我实在不配，我敢若会堪得做奴仆，但是当伊愿意反悔，转去到老爸的家时，伊的老爸有权甲伊当作是囝儿共款。检采有时阵，咱拄着艰苦。拄着困难，咱嘛会怀疑，我是毋是上帝的囝？啊，无上帝，你哪会对我遮尔无好？有时阵，咱的囝儿检采嘛捌，安尼甲咱怀疑，想讲，咱是毋是无有对伊真好？总是，咱嘛爱知，上帝知影啥物对咱是上好。即个时阵，伊互咱拄着遮个艰苦的代志，或者是咱所求的，伊无互咱，但是咱有缘是伊的囝。到伫时阵特动的时，到伫迄个拄好的时阵，伊就会将咱所求的来赏赐互咱。所以咱嘛毋通互遮个感觉来欺骗着，因为圣神已经互咱看印，咱已经是上帝的囝。耶稣是上帝的囝，对咱有啥物款的利益？第3项就是互咱会当甲主做阵来承接产业，做上帝的囝儿，即个好处就是会当承接产业。不过咱嘛爱知，伫古早讲即款的话是真危险的代志。为虾米？因为国王的继承者敢若一位。今仔日若是老的国王过身，新的国王登基要做王。安尼，伊的兄弟，或者是遮个老的国王的囝儿，可能就真危险，因为可能爱互人杀死。咱看伫圣经嘛是共款，所罗门伊做王了后，伊就找机会将伊的大兄阿多尼亚甲杀死。伫中共嘛常常有即款的故事，即个曹操过身，迄个曹丕。就要将伊的兄哥曹植甲杀死，所以有迄个诗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虾米？因为若是遮个兄弟无死，伊的王位就真危险。可能遮个兄弟想讲，找机会甲即个国王害死了，伊就会当做王。所以因为国家就是遮尔大，就敢若会当有一个国王那定。但是咱看到上帝国的规则，却毋是安尼。上帝爱咱所有伊的囝儿，拢会当来做王，佫会当来审判世界。因为上帝国是无限的大，甚至上帝的囝儿愈侪，上帝国就佫较大。上帝也欢喜，互咱来承接伊的产业。因为伊的产业是无穷无尽，所以做上帝的囝儿有好无？有，非常的好。认捌上帝的囝儿佫较好。伫即个世间，咱会当认捌啥物款真特别的人无？还是你会当认捌啥物人的囝儿无？检采有，但是有缘是朋友的关系。检采，比如讲，即马上出名的政治名称，
新的台北市的市长柯文哲，咱有机会甲伊熟悉无？还是讲咱的囡仔有机会甲伊的囡仔做同学无？若有，当然是真好，咱会当去参观即个市长住的所在，还是讲去办公室去遐参观。但是参观了，你嘛是爱转去家己的厝，嘛是爱困伫咱家己的眠床。因为咱的身份袂因为认捌遮的人就有啥物款的改变。前几工的新闻有报道，一个真趣味的新闻，就是英国的威廉王子甲王妃去美国去看即个 NBA 篮球的比赛。比赛了，伊阁甲即个 James 即个大帝伊是一个真够拍篮球的一个篮球的明星阁甲伊做伙翕相咱看即个 James 的手伫倒位当然这新闻就有人伫遐咧做文章不过迄拢无真重要。今仔日即个 James 已经真无简单会当遮尔出名即个王子安尼敢若一个球迷伫遐在甲欣赏阁会当有机会送伊的即个球的衫拍球的衫阁一领细领的衫，要互即个威廉王子的小王子但是了后，你看即个 James 敢会当着因为安尼诚做王室的一份子，无可能。就算会当伊有英国国民的身份，阁会当互伊加封做啥物爵士，做啥物骑士，伊嘛是爱转去家己的厝，伊嘛是爱继续为着伊的即个人生继续努力拍篮球，继续流汗。伊无法度因为安尼。伊就会当入去白金汉宫伫遐咧住甚至阁会当诚做即个英国皇室的一份子，无可能。但是今仔日，咱确实会当因为认捌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咱诚做上帝的囝，这是比世间所有的关系拢搁较特别、搁较珍贵。咱会当分享主耶稣的性命，咱会当诚做上帝的囝，咱阁会当甲伊做阵来承接上帝国的产业。这真正是上帝予咱的恩典甲福气。所以今仔日，咱的身份无共款，咱是行路有风的人，咱会当真骄傲，咱会当真臭屁。为什么？因为咱是王子，咱是公主。当然，明仔载咱犹原爱上班啊，咱犹原爱为着生活打拼，咱犹原爱真辛苦。总是这是伫世间咱会拄到的。搁较重要，咱伫甲上帝关系顶面，咱是伊的囝儿，咱是无共款的人。咱是有上帝恩典，甲咱三角地伫昨昏福音大会，咱有邀请宋义民伫咱的中间来分享伊生命的见证。伊嘛是共款讲，本来伊是一个相信人定胜天的人，但是伊信耶稣了，伊才知影，着倚靠上帝恩典，有上帝福气，咱才有法度来享受咱劳碌所得到的。今仔日，咱是上帝的囝儿，咱是无共款的身份，但是咱爱知，咱嘛毋是敢若空空有一个上帝囝儿安尼即个名分若定。咱无可能伫遮我著穿无共款的衫，也是戴啥物款的帽仔，也是挂啥物名牌，讲我是上帝的囝儿，互人知，毋是。今仔日，咱要互人知影。是因为咱的行为，咱有上帝囝儿的行为。约翰一书第4章第7节讲，咱着三听，因为听对上帝来。有听的人是上帝的囝儿，嘛捌上帝。今仔日，人要看出咱是上帝的囝儿，因为咱有听的行为。今仔日，咱会当诚侪
何等身份的人，拢是因为上帝的疼，将伊的独生圣囝耶稣赏赐予咱，诚侪礼物交托予世间人。当伫即个圣诞节的节期，咱拢会送礼物，因为上帝大声听咱，将即个礼物予咱。咱要安怎对咱周围的人来表示咱的疼？毋是干那送因圣诞礼物若定，嘛毋是干那带因去食圣诞大餐若定。咱阁会当邀请因来教会参加咱圣诞节的活动。昨昏有侪人伫即中间，有几啊十位的慕道友、新朋友伫遮做阵，有机会来认捌耶稣。伫即个拜六，咱的管弦乐团也要去星光三月去遐来报佳音。后礼拜日也有主日的赞美的礼拜。搁后礼拜三，咱也有即个音乐暗会，这个拢是咱的机会，咱会当邀请咱周围的人，也未信的人，会当入来伫教会，互因会当感受到真正圣诞节的气氛。检查伫因的心内一直咧想讲，恁教会遐尼好，恁爱拢无咧招我。检查伊伫遐咧听候咱，甲邀请已经真久啊。所以，毋望咱会当把握即个机会，互因会当来认捌主耶稣，领受上帝的疼，来诚做上帝的囝子。互即个圣诞节会当诚做有意义的圣诞节。一个庆祝的节期，互咱纪念主耶稣伫2000年为咱出世，阁会当互主耶稣新的生命也出世伫世间每一个人的内底，咱同心来祈祷。恩典满满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赏赐予阮。伫2000年前来到伫世间，诚侪人的款式，伊也捌忍受诚侪人的有限甲艰苦。伊确实会当知影阮世间人的处境，总是主你阁互伊甲阮的性命发生关系，互阮会当分享伫伊的性命，通过信伊。阮会当得到丰盛的生命，伫你的家内面享受你所赏赐逐项的好甲恩典，佮互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佮互阮会当承接你的产业。当伫即个圣诞节的节期，主阮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阮将门关起来，咧庆祝、咧欢喜若定。主，阮着带念你道成肉身。阮也着将你的道带到伫阮生活的所在，互人来看见，互人因为阮来认捌你。主也求你来帮助阮，将即个负担放伫阮的身上，也当阮真正开喙对人邀请，当阮真正在带领人的时，主你也替阮开头前的道路。也互人欢喜，因为阮的邀请，因就答应，因的心门就因为拍开，要来认捌你。也互世间所有的人，也拢会当诚做你的囝儿，你的心就要得到满足，得到欢喜。你也要将平安赏赐伫世间你所欢喜的人。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条咱来吟上言511首，上言了，请节目组来祝祷，请起立。
但愿赏赐愿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愿望。各愿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碟到永世代无尽。阿门。灭岛小恩享受车肯。